喂，我讲没家的估计有什么时候讲标木？你没俺不干谁说的没？冇得让俺没有什么可能了，看着。俺都没买到什么时候玩呢？还没收不了。对呀，我白天你吃炒嘛的。嘿，你没也不是干了。我对面俺hand上炒青了，俺没也炒大了哩。对面你炒嘛不？那不你炒没？好比啦。别把这干了没得买不对。啊，刚买路。啊嘛白生什么？炒的嘛都钱都看来谁啦嘿？别炒个都钱都看来炒的。别炒的俺了没的，多大炒的？哎，你没呢啊？这样啊？你看来什么别有对啦？老妈什么别扭？俺哩，地他妈搞俺炒进的嘞。我地他妈搞炒进了嘛？你让内部在多炒嘛？嘿，内部人嘛俺这也是啦。地他妈搞炒进来的，地他妈搞俺搬进来、阿进来，那看我来要进来，地里炒进来，俺不要啦。拜，啥呢？好比啦。哎，没有了打哦，你他白多不的，白到地起来都白多不了，你你那边的学我打木？没嘞，啊，吹多打不？好容易哩，吹多打不？你们你把那多俺把他们屁股，啊你吹山有经常拉给路这边来，好咋来？吹山经常们来碰路，不是拉开路让我来吹呀？没拉开到那里，是不了查到你哪么来啦？第二天先去干拉对嘛，三个起步来谁不顾呢？白多白了啦，三个都多不谁不顾的，过去到过阿哥，喏，过去到过阿哥。是点是哪？内部的，喏，你嘛几点？俺嘛第一把一里也不有，俺嘛哪里讲，不哪里讲看哪啦？我啥的没得好。你俺们没哦，俺们没得的，俺们没得，俺们没得的，没得的。地下里多没好？没多呢，没多了没要，好比啦，喏，多了没要，没多呢。你把为啥把搂，有靠，没靠有没要大呗，好比啦，多呢，大家变状态，毛没态呢，是3个完没，状态。哎，叫弄哪个？弄不对，弄的，来，三头比俺好毛，这3个玩意来毛呢？那比我们呢，这3里打的多没留的，留。我表弟去了。爸表嘛，你表弟是要俺照顾，哪有那么烫嘢了？你也是干蛋牛。那这边票木，不是没有。你这边票不？好的。你不表嘢吧？嘿，你不是干的呀？啊，你这边票没有表来的话，你这边山呀里，这边路边的肚里，主要是这对你看你了，对啦。啥山路的？你这边搞规定了是啥叫哩？搞有帮的标价多呢？按照变下路一样嘛，对了，标价变了，标价多的按照俺剩下边路现在，你这边用俺白山嘛，打搞帮的嘛，人家还不容俺对咩？你这边也剩啥叫哩？搞大呢就有搞大好哩，啊打的吧晒稳的，搞规定的个大有，如果你剩下来你白山他票嘛。你这边有票ပေး咩？3次嘅做你，我表来，我过来票ပေး咩？公不知不上我ပေး咩？哪里？我你比人家可别讲，票路比人家便宜，呀不？原来你比人家便宜，你这边你3级的，不要10下搞呢，那搞过人家个大有，啊我这阿姨，啊我的，啊票了，什么票了嘛？冇你这边呀？哇，搞这个包的票嘛？我也我还能不人家什么可能都不来，好不啦？哎呦，那的，啥来刚刚我们啥呀？你们那见内容有不的？